每一日都係一種鍛鍊嚟嘅。你 centre 咧係好好多，係個心情有少少麻麻地，希望多翻啲動力，自己可以再幫自己行得更遠啦。咁今日已經25年1月21號啦，星期二，我就走咗嚟練習啦。今日練早少少，有少少撩楞嗰啲時間，11點9練到點9，早咗嚟咁啊，可以早啲開始啦。其實都冇乜特別，都繼續喺度鍛鍊，希望可以得到一個改善啦。每日都好勤力喺屋企都有加以鍛鍊，所以你見到我而家啲肌肉咧好 firm 嘅，咁啊好收入嚟裏面都好紮實。不過咧就希望可以喺眼睛呢一方面再去得個改善。如果呢啲位嘅開嘅指數咧，打開呢個位啊，收入佢嘅力啊，推翻你 centre 咧係好好多嘅。而家見到呢啲位咧，即係我自己就滿意。屋企練咧就方便，有好多器材，呢度就缺乏啲，但係呢度咧就可以有塊鏡，就再可以睇得自己仔細啲啊。咁屋企就憑感覺咯，咁就係咁啦。呢排個心情有少少麻麻地、怪怪地，一進入咗1月就覺得好多嘢都好似怪怪地咁。可能個人嘅耐性都一定要再去 improve 多啲，提升多啲。咁其實每一日都係一種鍛鍊嚟嘅，提升自己，其實都唔容易嘅。有時練下自己偷懶下就係咁樣咯。好啦，唔多講啦。咁啊，總之今次第3次打多啲時間去再鍛鍊得好啲，一切就會變得更好㗎啦。我希望多翻啲動力，自己可以再幫自己行得更遠啦。我喺度同大家講拜拜啦。咁啊，25年嘅第4次先再見大家啦。我希望我可以提起嗰個心情，我會練多陣我先走。我去揾啲好嘢食氹下自己先。因為而家食嘢上又有好多調配咧，確實原來真係會有影響到啲心情嘅。但係偏偏係我中意食。咁你就喺嗰度調配下咯，希望可以慢慢逐啲適應，個人再個 mindset 同個身體都可以再強壯啲。暫時咧，我仲係需要一啲動力，咁我希望我好快呢啲感覺咧遠我而去，充滿動力去迎接我哋每一天。好啦，就係咁啦，第4次再見大家啦，拜拜。